2021年新竹市是来举办一个啉好水公投，落尾是以13万外张同意票来通过。市政府伫去年也创下全国头一个通过这废污水排放管理的自治条例。不过民间团体所批评讲，其实这个组织呢一档敢若开2届会议尔，民间提报的问题嘛唔知要找什么人来负责。厘清幕僚权责，落实透明问责。化口号要求市府提升自治条例委员会机能。新竹市伫2021年通过啉好水公投管理自治条例，伫去年正式实施。不哩个民间团体认为，应该要提升委员会功能，也提出相关建议。目前每一年只召开2次会议，但我们觉得在通过实施计划的初期，应该要增加会议频率，改为每季1次。此外呢，面对重大污染事件，应该增加至少1/5的委员联署之后召开这一个临时会。那相关的会议记录，还有实施计划，还有每4年的检讨报告，都应该透过专区公开上网。有很多时候我们提报了很多问题，可是到底要找谁负责？怎么样子让有更多的学者、专家或是其他的团体一起来监督这件事情？我觉得市府在这一部分一直做得很不够。台湾清气水联盟指出，13万外张的公投选票，也代表新竹市民5年5万会当啉到清气的水。委员会应该要有健全的机能，甲清楚的监督机制，积极研议，且不让制度流于形式，并透过科技监测与跨技术联防，务实解决污染问题，全力守护新竹水安全。民间团体呼吁市府针对管理自治条例欠缺的部分，应该要赶紧修改，袂当疏忽着公道的民意，共同来提升新竹市水土安全，甲保障市民健康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